块3呢，还阁3块9。无够这菜互你拄啦！菜，贵菜啊！哎，这菜有哪钱买的呢？你搁在那里嫌东嫌西？你干嘛用钱？你今日若无花钱，你别。我才有4块啦，你哪有够？你要退下啦？我无一家要走你咯，冇紧冇紧。既然伊算好够，有人顶你钱，你就冇事。哎呦，实在有影吼，你是救苦救难的大菩萨，是阮母仔的救命大恩人，多谢，努力吼。不要紧啦，拄啊，我有这钱，是，甲你斗相共应该啦。应该哦，那安尼咱无代志，咱会使来等。唔嘛，我感觉你吼真正是身价都教袂下呢，要是下人爬厝顶啊，欠腿你知无啦？哎呦，你都唔知影是个啥啦！我即摆吼有10年的好运了，迄手气当咧旺吼，规墙来动嘛动袂牢。阿母，你莫阁播啦你！但是知影一个啥？我是为着你的嫁妆咧设想呢，我要互你过好日子，你知啊毋知？来转啦！小点的啦。登记，遐个钱我想办法摕来还你的啦。不要紧，我无去要用钱，无要紧。啊对啦，不用啊，人伊就讲无要紧，咱就无要紧，就规气就免啦。你来转啦！行。啊！我你是徛我创的啦！老爷，讲真的，我看你这好心哦，真正是青梅点灯仔火，加了蜡烛。对啦，啊你有这好嘢，无我摕一杯来坐，我欠数。这个吼，小命仙咧铁起师吼，确实有影真厉害啦！哦，伊甲我算命吼，讲我若出门会去撞到贵人，啊一个撞过一个，这声我若唔发哦，迄撞嘛撞袂掉啊啦！我真想吼，搁要来去交警试一个手气咧，看会当将钱甲伊骗转来无？阿勇啊，你有钱无？小甲兄斗相共一个啦。阿母啊，我身躯要哪会有钱呢？你唔通袂记啊？咱阁欠豆腐机钱哦。哎呦，对啦，就是安尼啊。所以我毋则想讲要来去甲人赔本啊，可是钱若我赢转来吼，咱就会当用迄个豆腐机啊。拜托的啦，你嘛莫定定讲你无钱，你嘛想一下办法咧。阿母，你莫一竿竿就想要跋筊好无？你跋筊是害死人呢。难道你去互你跋啊，啥物拢无啊？连我嘛你袂掉啊！你若阁输钱，我真是一点仔办法都无啊！你知无？嗨，迄人伫咧讲风和自有定情日，啊起靠人无得运时，我都毋相信我定定遐尼衰。你莫逐摆都安尼讲，你敢无听人讲过“天有不测风云”？而且我即摆阁无伫你的身躯边，会当甲你照顾，我实在惊，你知无阿母？免惊啦，恁娘无定定遐尼衰啦，而且我对即马开始哦，算命先生咧讲我有10年的好运呢。我若真是过来去甲人拼吼，啊将钱骗出来，会当甲你赎亲啦，对无？啊你就免去甲人做查某干，啊伫咧看人的头面，而且你有哪袂少岁安尼，通我找一个好人嫁嫁咧，安尼我嘛才会放心。当我已经遮济岁，我家己会照顾家己嘛。我毋惊食苦，我嘛袂烦恼，我一世人拢爱做人的查某囡仔，因为我已经认命，这是我的命，那是我唯一会当有效你的方法。只要你会当平平安安，我可是我一世人做人的查某囡仔。就算讲是后世人、后世人，我嘛心甘情愿的。我拜托你，你莫阁跋，我拜托你，你互我拜托阿婆阿婆。阿母，好啦，好用啊，别搁哭啊啦！你一直叫阿母都莫跋。我为着你吼，我决定要改嫁。我答应你，我已经决定啊啦！阿母你别讲。
手啦，你莫甲我拗啦！啊，你还已经决心啊，要将这囡仔杀手甲伊剁啊掉，你讲放开啊！无妙啊！阿母都甲你讲哦，你莫插我，你莫甲我动啦！我真到这老吼，我安尼得到迄个歹镜头，爱跋筊，我已经无药通医啊啦！你莫甲我管吼，我将这囡仔杀手甲伊剁掉我掉！你放啦！你放啦！无关键的代志莫阁提啊啦！只要以后你莫阁跋，我相信咱母仔囝一定有出头天的一天。你讲对无？我知影。这想想，剩一点仔钱，你手起留去食饭，唔通摕跋筊啊！我知啦，我知影吼，你有上我暗讲的，是讲你的身躯要有钱无？阿母，我知啦，这是要食饭的钱，我袂过去跋啦。李如诶，这款珍珠泡咧，有够水的呢！水啊！这款花莲哦，是我拜托朋友哦，特别为日本的秋秀摘的。人伫咧讲哦，秋秀迄边出的珍珠是全日本上出名、上好，啊嘛上贵的呢。啊，安尼乞丐，你一定开足侪钱的吼！你若是介，我开较济嘛是甘愿。有晒哦，只讲拢要食人的豆腐，讨厌！哎呦，为伫恁兜迄只水鸡也无滴的，我遮陪你度时间，是足好的。头家娘，秀桑，对啦，秀桑，你拄则讲的迄笔生意吼，我可能无法度做主啦，无你等恁大个转来才去讲啦，吼。是啦，是啊，安尼我无叫少，我先来走咧吼。好，你慢行。宝爷，愈来愈水哦。啊，你拄则有看到啥？啊？看到啥物？啊，就看到我甲秀桑咧讲生理啊！我甲你讲哦，不管你看到啥，拢不准你踮咧头家面头前我袂讲，知无？头家娘，你咧讲啥？我听无呢。啊，我是会当踮头家面头前讲啥物咧？吼，我阁会晓垫钱呢。啊，毋过人咧讲吼，若会晓垫钱的吼，拢算讲是巧巧人啦。我甲你警告，你是头家吼，开钱买转来查某囡仔，查某囡仔就是查某囡仔，家己爱较灵魂的，莫只敢想遐有诶无诶，知无？啊，听有无啦？好啦，若听无吼，我就搁讲一个较真足的，互你听啦，爱注意听哦。这查甫人吼，就敢若狗共款，若看到电话条仔呢，就想要放尿。但是伊若对你好，无表示讲因介意你哦，因只不过是想要占你的便宜，然后得手了后，才一脚甲你放开。安尼听有无？啊？听有，我听有啦。好啦，无代志啊，落去做事啦。啊，我毋是讲无代志啊，你落去做事啦。头家娘，我啊是安怎啦？讲话安尼，我是咧讲啥啦？烦死呀！头家娘，是的啦。我拄则去市场无说你，甲买菜钱拍无去啊。啥？你甲买菜钱拍落去啊？好啊！我看你吼，你甲你交给阿母共款，你甲菜钱拢搬出票去，是好啦！我无啦，我袂晓
生什么代志啊？发生什么代志？哎呦，各位乡亲啊，你来来听我讲一下道理啊！这死查某鬼啊，朋友当做查某牵啊，平常时哦，代志若做袂好势，我就无咧甲伊计较啊。即马佫还不对呀，佫甲我学会晓偷摕钱啦！即款差人，我若无甲伊送去派出所，哪会用一啦？哎，对，那是对啊，唔对啊？甲安尼尔，你就要甲送去派出所督手啊？无你的代志啊！呀，我真是无偷摕钱，我真是无啊！好啊，你才死啊！你嘴皮爱死钱呢哈！呀！哎，头家你，小段，伊的钱哦，留喺我的店内啦。拄啊吼，保育来买豆腐哦，钱无说伫到那个店内啦。我想讲哦，生意做煞吼，才要送来恁兜予伊啦。哎，啊，即摆你钱哦已经摕到手啊，你应该相信讲伊无偷摕钱啊啦。嘿啊，头家你，伊无啦。后只拄好诶。哎，恶送，迄人豆腐机啊是老实人呢，迄是伊捡到钱哦，该摕倒来还你呢。你即摆搁咧讲啥？好啦，这件代志咱准拄煞啦，你也免哦，搁带伊去派出所啦。今日算你好运啦，以后你甲较细你我讲，行啦，走啦。啊，乡亲啊，煞啊，无啥代志啦。嘿，后对我来等我徛遐，较紧的啦。我知影好，行啦。同志啊，唔对咧，我明明都看到保镖摕迄钱哦，你去向老母的笑，啥物咱伫你店里哈？哎，你可真甘心哦！啊，是想的，这件代志哦，怪来怪去哦，啊怪因老母啦。哎，若毋是保镖因老母安尼哦，保镖免哪艰苦啦，要愈想愈气。好，你哪等，我要来找伊。哎，咪过来，好我讲咧，哎，咪过来。失败啦！失败啦！真正是办阿头啊！你去办只收呀，输甲土啦！小代志，俺唔是啥个样子，话我。一死啊！哇！真正一死啊！你有看到无？人安尼往我叫什么就有什么啦！通家，来，搁点，啊，一百块哈。哎，宝姐，啊，你要缀无？买咯，当然嘛要得。缀咧。来啊，我即刻准1块啦。哎呦，这样吵，上面爱你的臭爷啊！来啊，我即刻准1块啦。哎呦，这样吵，上面爱你的臭爷啊！欠亏啊！我今日若无甲你拍，我就无见面过啦。迄门是说甲踹开。有人已经踹我啊！你是安怎哩无？你有你关两下地，我的百姓我发啦你。哎呀，啊，你还阁想要走，你要走喺倒来啊？我梦游啊，实在有影有够可怜，有够歹命。细汉都互人做媳妇啊，18岁就嫁阿叫土水师，结婚2年后就生阮吼保育啊。阮人吼，伊就安尼2脚两直做伊去啊。我安尼饲囝无啥物兴趣，只是叫人爱跋筊啊尔。啊好啊啦，你也无想我你家己啊哈，跋筊跋到了，倾家荡产安尼。啊，搁有啊，恁查某囝即马啊，搁伫咧喷水鸡啊了，互做查某囡仔呢，你还搁毋知通死哈？
你敢知讲啊？恁查某囝为着要甲你行娇笑，甲迄头家娘的菜钱哦，摕去行互债主呢。菜市主迄头家娘哦，掠去派出所，枪杀剁掉伊。哈！哎呦，无用啊，可怜啊，查某囝。哎呦，我唔甘啦，拢是安尼害你的。朋友，是怎样可怜啊？啊好啊啦，你是靠安怎的啦？我是讲哦，差一组啊啦。哎呦，你咧查一撮，你若我两早讲啊，害我安尼惊一个。迄若毋是豆腐囝哦，摕一去烧伊哦，保养哦照样剁手掉啊啦。哎呦，真是谢天谢地，迄祖公祖妈有保庇，多谢。啊，你减半挂吼，迄保养吼，就袂遐艰苦啊啦你。当我爱跋筊，这是我爱的相。我嘛是高不离种的，我为着阮保养伫咧防做查某干啊，我就是要赶紧去赔本，通我家己赎身倒转来。我毋只会咧保我这条老命，倒强去伫咧跋，哪会知影要见破见输？啊，你打嘛好啊，你白白跋筊，你敢毋知影哟？人讲哦，一家散，两家富，三家起大厝，四家若输吼，五家就走袂赴啊！靠跋筊要甲恁查某囝赎身倒来，你想死啦！对啦，我知啦，我都衰尾倒人嘛，行到地衰到地嘛，啊行到地嘛是输到地啦，我着自家爱输的，我活到世间实在有影无路用啦。我过去来死死的好啦，你甲我教啦，看我着安怎死才会较快我一定爱死的，拜托你甲我教好无？啊，毋通啦，人讲吼，好死不如烂活啦，加减往活啦。我袂要讲话啦，我讲话咧无意思啦，我无用我遮尔可怜。有我这老母伫咧，伊更加可怜。我六早死死的来去地下找因爸，拜托的，你甲我讲。我死啦，拜托的啦。我无死袂用的啦。好啊啦，我教你几招啊啦。你要教我啥话？活歹叫啦。好，破歹叫。你是要死啊了啦？破歹叫你哪会晓？加减啦，但是吼手路嘛是爱学啦，恁一帮你看。哦好，这啥？这翘喙树啊。看好啊。哎呦，变细了红头啦。还佫有咧啦。讲我。哇，细了会变大了乌头，哈哈，这个做歹叫。好，我决定啊。我爱死啊！好佳哉。啊，无用啦，莫吵啦！结婚啦！这拢你娘啦！歹势啦，歹势，手气太好。有哪紧的啊？有哪紧的啦？莫看你愈看我。老弟，你菜瓜了未啦？无用啦，莫吵啦！你哪里做生意啦？阿爸，阿母来找你。你调回了，把书架甲你吹，赶快你别死呀啦！这里好啦！这个家伙你搞，用啥办好？你这个地上搞，这个家伙才小伊有啊啦，来来，看你睇来睇看你。歹势啦，歹势啦，贪财啦。今仔日恁祖妈一定要甲你赢到你痛苦。交给你来啦。来来来，洗牌洗牌。阿母，阿玉诶，你哦，我也知影你真久毋捌食鸡腿啊，专工夹鸡腿要互你食呢。你搁走去跋筊是无？你顶摆是安怎答应我的？你讲你袂过去跋筊的？哎哟，当我安尼好心好意吼，专工夹鸡腿要来互你食，你慢慢安尼一个见面就直直甲我教死，啊，我毋着安尼变成好心去互雷针。我是烦恼你会愈输愈济。袂啊啦，即马无共款啊，我即马有贵人伫咧相助嘛。你看，赢，奖是赢咧，奖是赢咧。你无听人伫咧讲大富在天，小富是在拔。阿母是大富在天，小富在天。嘿，我有哪跋到足勤的呢？有哪拼老命拼甲呢？我嘛希望讲会当早日偏本吼，啊，通我甲你赎身啊，啊，互你做大小姐，食好穿好，做轻苦，去过着迄种好
嫁人的日子啊！世间哪有遮尔好康的代志？准讲跋筊哪会当变好呀？这世间哪有善请人啊？好啦好啦，我甲你讲啊啦，你吼都上高安尼甲我闹开，佫搞我除臭啦！我甲你来，鸡腿来。这钱哦，一寡互你吼，老了通去买四寿食。啊阿母即嘛吼，要佫紧来去甲人请拼一个。阿母啊，你话应该搬啦。啊好啦，我知啦，好话加讲一寡，减迄个歹话较莫讲。啊，我令你再过来啦。阿母，阿母啊！多谢哈。后去。宝玉，要买豆腐哦。来，你提价，免钱啦。唔是啦，我唔是来买豆腐，我是摕钱来害你的啦。这个甲因一先收的，剩下我会较紧害你的。宝玉，我也无甲你讨钱啊，你遮尔着急要创啥啦？而且我知影吼，这碰水鸡人啊某对下骹手人是足刻薄的，但人拢做到要死去，佫无通去食。这钱吼，你老的通去买物件通食。我老到三人去坐啊，我无你欠的，这钱你收下啦，吼。宝玉，我找人食饱吼，规家都拢食饱，你甲我无共款，你着要照顾恁老母，要替恁老母还缴孝。这钱吼，你留喺身躯边头用，吼。弟弟啊，是啊，哎，不用。我还阁有代志，我先来走。好。不用，这宝玉真可怜，若毋是因老母硬爱搏，伊就免那么艰苦。是啊，宝玉吼，实在是一个真乖巧，嘛真有效的查某囡仔。做若一个查甫人来去照顾，看是偌好。明基啊，我看你甲宝玉敢若真速配哦。弟弟啊，我遮尔善巧，我生了歹，人会搁脚底。宝玉吼，若肯甲讲两句仔话吼，我就足欢喜啊。人的水歹吼，并免代表人的好歹啦。上重要的是，咱若心肝好，人就还阁善良。啊，像你遮尔好心，阁遮尔骨力，宝玉准若有你伫照顾吼，一定是伊的福气。弟弟啊，多谢你安尼鼓励我。但是我家己几年当吼，我家己心内有数，感情的代志吼，我唔敢小心。唔通安尼讲啦，家己对家己要有信心嘛，试看卖啦，有机会吼，我会甲你斗相共。宝玉啊，你咧无闲哦？头家，你倒来。宝玉啊，哎，宝玉啊！哎呦，你嘛莫安尼，啊，袂输鸟鼠看到鸟，我敢袂甲你吞落哦。啊，来，这个月款来送你挂。我袂用收头家，遮尔贵重的物件，我配袂起。你还送来头家用好啊？哎呦，你即嘛是咧讲啥诶？你头家样，佫粗鲁，佫无气质。遮尔贵重的物件，我配袂起。你还送来头家用好啊啦？哎呦，你即嘛是咧讲啥诶？你头家娘，佫粗鲁，佫无气质，即落你来挂吼，再好看。头家，我真是袂用收。我伫咧做代志。当咧，放水鸡啊！我是甲你建议，你上好是莫当面我后壁变鬼变怪。啊，你即嘛是想倒位去啊？你是我的某呢，我哪会甲你变鬼变怪？哦，啊，无这是啥？这月款啊，对啦，这月款吼，哇，你的皮肤油来挂吼，一定有气质，美人配玉环吼，嘿。我拄则毋知听谁咧讲吼，
讲我是一个粗鲁佮无气质的查某，歹势，我配袂起你这块月款。啊，你是想迄倒，你一定听唔对啦。你是我的某呢？俗语有在讲，某是枕头公，骹桶王，某上大，听某喙，大富贵，哦，对唔对？啊？你家己心内有数，上帝过你。好，我甲你讲，讲甲歹听，我会插你。哼！交给你。安怎？我还袂食饱啊。我知影你还袂食饱啊，今日就是要互你食一个较有的啊，这规汤拢互你食。迄是喷的，迄是要有伫食的。你又知影这是要互你食的哦？安尼你以后就甲我拍离婚嘞？食。我食不我叫你食，你就食哦。哎，叫你食，叫你食，你无听心，哈？我食了。来，几声对。啊变啦！这不什么那边哦，你这退老是先。啊，你铁定遐借我10块，也无算利息，啊，我都还袂甲拄煞咧，你免摕钱啦。什么你利息？你妈妈笑死人啦！退去。变啦，食阿妈呀，拜托的，来退去。食赌的。啊，退。啊，两个5摊是要安怎啦？无要紧啦，搁摕一个来。哦，没，安尼得，来。包去。报叫。啊，你目眶红，哪里哭？无啊，哪会无？无啥啦？风被刷印就目睭啦。别个人搁甲你欺负是吧？别个人糟糕超过，那逐工来苦毒啦，你要紧袂啦？我是查某囡仔，但是做了无好，红爸嘛是应该的。什么你应该？迄查某囡仔嘛是爸母生的啊，安怎？伊靠说因兜有钱啊，会当互拍人笑？你甲我讲，什么人甲你拍？无啦，我真是无代志啦，无啦。是毋是头家娘？我就知哦。哼！好啊啦，莫搁讲啊。头家，我买三块豆，你先请我好无？啊，我想下转去，我头家就甲我拍。多谢你，我钱下倒点。无要紧啦，无要紧。我先来走。你保重咧。水鸡啊，你今日啥那将我下转来哈？水鸡，我是参加啊。面仔我讲咧红记啦，跟你人搞的咧，人搞了，听国语的啦，听国语的，哎呀，面仔红记啊，笑死人啊！有那我要那个，我知啦，佢用国语嘅，我张秀。我知影啦，是这吼，就是胭脂抹片头吼，红面狗啦。是啥话安尼？我知，红面狗啦，红面狗啦，红面狗。你要哪笑？阿未发无？你创啥啦你？是我啦！你落来。你是咧创啥啦？规片话个红记记，走出来要惊死人，是要惊死鬼啦？妈母，你一定爱替我出一口气啦！我唔知影是倒一个碰到地面破到要死的啦，破命甲我讲分去，佮人来我的面话啊回尿尿
好啦好啦，好啦，你先莫哭啦。你若搁哭落去吼，你规边会互你哭甲猫尾巴啦。对吼，袂使好。是啥物人遐尼大胆，敢甲你话甲安尼？然后恁袂知影是啥物人哦，甲掠来规边请去，佮讲甲咪咪毛毛，到时要抬要挂，再由着你，安尼好唔好？当然嘛好啊。啊，人到底是啥物人啦？就一个福面的啊。对啦，你嘛差较紧嘞，歹讲诶，紧嘞啦。啉啦，会记啦，要对哦，你毋食到对，车泡啦。对。哎，小弟小弟，免对啊啦，我已经教啊啦，后道才互你对。啊啦，拢你教啦，啊，大规工叫拢你教。偌济啦？我看卖啦，啊，钓花啦，我搁有开奖吼，我钓花块3。摕来。当教啊，都不是你教啊，教我多，啊，袂是拢你。啊，无你是叫我做命事，快快啊！喂，你先来做你走来，都当走了，你又讲安尼来。真是毋知死哦！家伫我的地盘开搅场，你敢毋知讲，一到位啊要动脚要包仓，阮爸专利。哎呦，但你嘛莫讲安尼，恁迄毋才是搅场，迄食鱼食肉迄跋大脚的，啊像阮即落吼菜市仔边的，专门拢是食菜甲菜头，这是干小食啦尔。啥物我咧开搅场，讲甲遐尼歹听？所以说才变回。是。你躺啊！你两个规门在创啥？妈，啊你是安怎啦？哎呦，足疼的。啊，那我讲。哦，啊那啊你的面是叫铁要交着是？啊，好啦，莫哭。是啥物人甲你欺负是嘛？你甲我讲，我来去找伊。啊，就迄个周阿万路啦，周阿万路甲我拍啦，你去甲整啦，紧个。莫哭，我来找伊，骗啥？哦哟，你想发生啥物代志啊？毋通问我清楚才去。等下就问下啦，迄个周阿万户啦，靠说伊家己傻毛呀，开交警、开记录吼，欺负善良老百姓。都是因的，都是迄个周阿万路。迄无的无良心的啦，啊！都你甲我教无，教迄伊叫迄匹布无。周阿万路，迄无的无良心的啦，啊！都你甲我教无，教迄伊叫迄匹布无，啊！我都安尼吼，伫咧阮厝规一间迄落细细啊间间仔交间仔，啊叫菜市仔挂遐几个来塌骹伫遐伫咧消息啦，因为我会讲你，我绝对拢照讲的，我袂闹交啦。啊，都伫咧伊安尼吼，啊用小可皮淡薄，迄个袂好袂伫咧周阿万路倒来，讲啥物我咧占伊的地盘，要甲伊抢交警，啊伊大咧甲我整，甲我弄，搁甲我斩啦，甲我拍甲一身我咧听到袂死啦！哎呦，我甲气我这人渣咯！我啊，我来米鬼啊！你拄仔毋是讲要替我报仇，要去甲整，啊你即马搁要去搞迄落高顶，安尼就甲迄个万户共款，嘛是共款无人性。好啊啦，我真你害死啦！我毋是甲你讲，我甲你教这个皮布是袂使阮大知影，啊你拢讲出来。哎呦，人老记猪歹，我是袂记的，我都毋是挑工要讲的，我袂记的啦，是的。我操！够超过哦你！你明知跋筊是毋对的代志，你搁教伊骗布？我毋是教伊去跋筊，我是教伊去平本啦。好，即摆本拢无去啊，
人讲有拍干的，你讲要怎？都心的，这我想若无报吼，我真想也不甘愿，我唔甘愿啦。好啦，无你莫插啦，规气互我家己来啦，我来去吼迄个警察厅甲日本人讲，叫迄日本人甲迄个酒仔面互拖去关啦。哎妈，小弟小弟，你即摆唔通去，你是咧笑笑啦？啥咯？这个酒万户哦，伊会开交警啊，后壁屁股一定是日本警察啦。你即摆去找伊，我来讲，749天啊，拘留着你的份啦。我互掠去关哦，迄若安尼哦，我遐个脚本唔都白白无土诶。发生什么代志？代志大条啊！全部阿平叫着两位头地去啊！什么？恁来遐尼无小心啦，惹出遐尼大麻烦。你知影无？玉兰花寮甜点是阮日本政府上头听大贼股。即摆伊若知影咱两个人有合作，安尼就惨。徐医生，你紧想一办法，放紧着遮阿平，我的损失真大呢。即摆唯一的办法，就是全面通缉廖甜点。 趁代志还未互人发现进前，甲廖甜甜也来清散。有人呢，我你其实真好心。哎，把这方面来会啊，老上你啦。啊，唔通啦，唔通，来，我来提。好紧啦，好紧啦，唔通，那等一下可能啦哈，马上。多谢哈，多谢啊。这个啦，对啊，这个啦，对啊。 玫瑰啊！妈，歹势，我吼手指电啊拢无啊，身躯我无把声啊，歹势。当你是咧紧张啥话？我嘛还未开喙，讲要甲你借钱啊！哦，我倒要着。啊无，我无钱，啊饭有啦。这要我食吼？好你啦。多谢。 我是，这拖大，这样拖大。
对，咪过来。咱两个来博这盘吼土豆，你要看讲这吼是单的也是香的？嘛，但你嘛拜托，你博到啥物无通博，你连土豆你也要博啊？哎呀，你紧摇嘛！啊，你若是唔吼，我是要大声摇哦。若是叫我摇着吼，你这间店的锅仔丁吼，拢总是我的。啊，无遐大哦，啊你摕我点要创啊？摕来卖啊，安尼我就有缴本啊。啊你若输咧？啊，你这是我欠债。哪有这种代志？我才唔咧。莫安尼啦，你家己的人啊，都安尼计较，较紧的啦，莫安尼无招我打啦。啊好啦，起来啦！起来吼，你起来，我想啊，来，紧紧来算来算来。来，莫吵莫吵，24，2啦。你过啊，我跟你讲，这摆吼绝对是我赢。会铁顶啊！你安尼是咧创啥啦？这道吼一定是我赢的，你知无？什么你咧赢？我赢，我才算31、33，你无看呀？好啊啦，恁两个哦连土豆也通剥，实在无有意哦你。哎呦，你无听人伫咧讲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你过啊，啊不大，啊，谁叫我算？我甲摕，我讲牌算，伊硬买。你哦摇滚假细字啦，一个半斤一个8两，给我零纸，紧去搞搞的，紧的啦。阿妈，我甲你讲，我知啦，我知影你即摆要讲啥啦。你无听人伫咧讲世间人吼，活伫世间生生爱食饭的，啊你嘛知我啥物代志我都拢袂晓做啊。你若要叫我改叫吼，你规气叫我去死死的。阿姆啊，恁查某囝保育的幸福已经叫你输去啊！早晚吼，连你家己的命也无去啦，你就袂当安尼较安稳过日子是？嘿，你咧讲的拢遐尔啊简单，你要叫我安尼一线5厘去趁食，哎哟，你规气甲我放水流啦！你无听人伫咧讲，马无险草袂肥啦，人若无横财就袂富啦，啊，着爱拼才会赢啦。你哦，人看唔行啦，鬼看哭哭去啦。我看你是中着胶毒啊！你若唔改叫吼，后摆发生啥物代志，我拢不爱插你。小弟，拜托拜托，摕一寡钱来借我，互我来去平本啊！今仔日是最后一摆，我就抓，以后我绝对改叫。免个啦，我免甲你斗相共，而且吼，我无相信你会改叫。哎哟，你的心肝安尼遮硬，你真是有影遮尔无情，啊！你毋是互我到这安尼活要硬死安尼哦？我是为着你好呢。好，好啦，你若毋借就刣啦，我家己来想办法啦。哎呦，啊，这玉兰花是谁下哈？我的啦。你下？